歡迎返到嚟黑卡提，喺月光同十字路口之間，咁我哋一齊嚟探索魔法、靈魂同埋人生嘅選擇。咁呢一集咧，我想同大家講下關於黑卡提，介紹俾大家聽我哋嘅主神黑卡提。點解而家越嚟越多人會去追隨黑卡提咧？點解你會見到喺身心靈圈子裏面啦、魔法嘅圈子裏面啦，黑卡提係越嚟越出名嘅？佢到底係邊個咧？咁今晚咧，我哋打開黑卡提嘅金書。如果我同你講黑卡提最重要嘅象徵，其實並唔係黑魔法，而係一把鎖匙、一支火炬同埋一個十字路口。咁你可能會覺得好意外嘅，因為你第一次聽黑卡提嘅時候，或者你理解黑卡提咧，必然係同黑魔法高度相關嘅。咁首先啦，先同大家介紹下到底即係黑卡提係呢位神明係一個咩嘅神明啦，係個咩嘅性格啦，佢點樣嚟嘅啦？點解越嚟越多人會去認識黑卡提啦？首先啦，喺現代嚟講啦，我哋講 witchcraft， 我哋講巫術啦，咁呢個喺歐美啦，亦都包括即係我哋講西方社會咧，其實就好熱門嘅，即係佢哋嘅書咧已經係離行離迾咧，基本上大賣到不得了。尤其是我哋講例如威卡啦，例如我哋講 general witchcraft 啦，巫術體系裡面啦，咁可能喺香港人嚟講啦，比較少接觸啦，尤其是以前即係未有成品之前啦，其實好少講呢樣嘢，好少接觸呢樣嘢嘅。咁啊，零零碎碎香港其實只有幾間鋪咧可能會賣呢啲嘅書。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喺海外已經好紅㗎啦，講緊係幾百萬人、幾千萬人去收緊我哋講嘅，例如威卡，例如巫術 New Age。而家係有一個現代嘅巫術復興嘅。古代咧嘅巫術咧係大家想象中即係好 fancy，即係可能有啲奇幻恐怖咧。咁呢個就係古代嘅嗰種巫術。我哋講中世紀嘅巫術，真係可能落個 spell 跟住去復仇啊，或者落個 spell 去令到嗰人中意自己啊。咁呢啲當然係有啦。咁呢啲好正常嘅。咁現代咧其實都有嘅，呢類嘢仍然有嘅。但係現代更加重要咧，就唔係用巫術或者唔係用我哋講嘅魔法咧去處理啲日常生活嘅嘢，而係點樣透過我哋講巫術去修行呢樣嘢咧，其實係最大核心。個煉金術其實唔係煉外面，而係煉裡面，煉你自己嘅內在。所以點解咁多人去尋求黑卡提，咁多人尋求我哋講 New Age 啊、巫術 Witchcraft 啊，係因為大家都想去探索、去改變自己，去一個修行嘅方式，一個靈修嘅方法。所以而家咧有一個現代嘅巫術復興啦。咁其實喺香港啦，都比之前即係更加多人去接受呢樣嘢嘅。咁我覺得好大一個成因啦，其實係成品，因為成品咧當中咧，你會見有一行咧，基本上大部分成品都有嘅，就係寫住 New Age 嘅，叫新時代啊，或者新世紀啊，咁啊視乎個叫法啦。咁但係其實就係 New Age。咁喺嗰行書裏面咧，嗰排書咧，下次你去成品都去睇下，你會見到咧，其實佢全部都係一啲魔法啊，一啲身心靈啊，我哋講 New Age 嘅書籍嘅，係一啲好 fancy、好奇幻嘅書籍，可以真係 exactly 教你魔法啦，可以教你咒語啦，可以教你我哋講一啲例如點樣開阿加西記錄啊，點樣用靈擺啊，點樣調頻啊，點樣做 healing 啊等等。咁所以其實大家都覺得呢樣嘢其實係有市場嘅，越嚟越多書籍係將我哋講西方社會一啲好出名嘅魔法書籍翻譯咗做中文，然後成件事情係好靚仔，即係 present 俾大家睇。咁所以越嚟越多人去認識到我哋講嘅魔法。咁而魔法之中啦，尤其是 witchcraft 咧，西洋魔法咧，最重要一個主神就係黑卡提。好多巫師啦，亦都包括我識嘅好多海外巫師啦，其實佢哋都係用黑卡提做主神嘅。無論佢係召喚精靈啦，無論佢係即係做草藥學啦，定還是佢係即係幫人做儀式啦，好多都係用黑卡提做主神。咁當然會有其他神明啦，咁但係黑卡提係一個重心，因為原本黑卡提就已經係魔法嘅守護者，佢守護住所有用魔法嘅人。
你可以話魔法嘅至尊啦，魔法嘅一個本尊咧，其實就係黑卡蒂。咁佢原先啦係一位希臘女神啦，同佢有關嘅我哋講係月亮啦，基本上同月亮許願嘅時候可以連結黑卡蒂啦。佢嘅火炬啦，火炬係黑暗之中帶嚟光明嘅，所以好多時候人哋諗黑卡蒂咧，會覺得黑卡蒂係一個好邪惡啊，好似一個黑巫婆咁樣，其實唔係嘅，佢反而係喺黑暗之中啦，就好似我哋之前一條片講靈魂黑夜嘅時候，喺黑暗之中，喺靈魂黑夜之中帶俾你光明嘅，帶領你行出呢個十字路口嘅人。而十字路口亦都黑卡蒂一個重心嚟嘅。喺人生啦，你有好多次，你有 N 咁多次咧，其實會經歷唔同嘅選擇嘅，尤其是啲選擇係比較大。咁啲選擇咧，其實就係一個個嘅十字路口。咁啲十字路口啦，其實你會好迷茫嘅，因為冇人可以幫你嘅。黑卡蒂就係一個好好嘅神明，佢係可以喺十字路口度俾指引你，只要你請求佢嘅時候，佢可以點起火炬，然後 lead 你帶領你行出十字路口。所以佢係擁有嗰把鎖匙，係走出迷霧嘅鎖匙，亦都包括開到唔同嘅門戶嘅鎖匙。其中一支魔法牛啦，好出名嘅，咁啊喺海外啦，亦都包括香港，你可能都聽過，係開路者。咁啊有唔同講法啦，即係個英文，但係可以叫 road opener 啦，可以叫 road buster 啦。而呢啲咧，其實就係講緊去走出一種迷霧，突破一種迷霧，走出條路出嚟。而走出條路，開嗰條鎖匙咧，點樣開條路出嚟咧？其實黑卡蒂係可以好幫到手嘅，亦都一個專門就係為呢樣嘢而設嘅神明。咁到底佢係咪一個我哋講嘅黑魔法嘅女神咧？有啲咩嘅常見誤解咧？其實的確係嘅，佢係黑魔法嘅女神，好似我哋所講啦，佢係黑魔法嘅至尊啦。對於黑魔法嚟講咧，我會好建議大家，如果你去修黑魔法咧，你係跟我哋講黑卡蒂，連結黑卡蒂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因為佢可以幫你去判斷黑魔法嘅邊啲位置你可以接觸，邊啲位置係暫時唔應該掂嘅。佢係可以保護住你啦，免受黑魔法一啲你控制唔到嘅嘢去干擾啦，亦都可以喺黑魔法之中指引你教你啦。咁但係代唔代表佢係邪惡咧？咁好多人諗到黑魔法，覺得係邪惡啦。其實我哋要釐清一樣嘢嘅，就係黑暗同埋邪惡咧有個好大嘅分別嘅。黑魔法啦，我哋講黑卡蒂啦係黑暗，但佢唔係邪惡，反而你可以咁講啦，其實佢係對抗邪惡。有一啲人啦，即係我哋叫就係陰影之中啦，或者黑夜之中嘅英雄。咁黑夜之中嘅英雄咧，其實佢係英雄嚟嘅，但係佢黑夜之中遊走嘅，就好似蝙蝠俠。咁佢咪邪惡咧？其實佢唔係邪惡嘅，但係佢咪黑暗咧？佢係黑暗嘅。佢係利用黑暗去彰顯光明，喺黑暗之中帶俾大家光明。所以佢嘅特質係咁樣嘅。亦都包括你遇到呢啲情況，你去揾佢幫手咧，佢都會係用呢種形式去幫你。佢一啲都唔邪惡嘅。如果你接觸個黑卡蒂，如果你同佢連結，如果你去請求佢嘅幫助，你發覺佢一個好友善嘅女神嚟嘅。當然啦，佢有佢嘅個性啦，但係其實佢好友善嘅，佢都好願意去幫即係任何學習魔法嘅人，可以成為黑魔法嘅守護者，亦都包括唔單止黑魔法，其實 general 魔法嘅守護神咯。咁黑卡蒂點解會吸引到咁多人咧？除咗我哋講現實層面，即係越嚟越多人去接觸我哋講嘅即係巫術啦、威卡啦，係因為人生總會有迷失嘅時候，總會有遇到十字路口嘅時候，你會有轉變啦，你會有一啲事情需要放下啦，你會有一啲階段需要重生啦。呢啲嘅範疇咧，全部都係黑卡蒂可以幫到你嘅時候。你遇到嘅迷惘啦，你遇到嘅轉變啦，你需要放下一啲執念啦，你想重生啦，全部都係黑卡蒂最擅長嘅地方。所以當好多人去尋求黑卡蒂協助，而大家口碑相傳嘅時候咧，
黑卡替就會吸引到越嚟越多人。咁亦都係點解啦？即係我哋黑卡替魔法店嘅主神當然係黑卡替啦，佢係帶嚟一種好大嘅感觸啦，同埋感動嘅。咁黑卡替會教我哋大家啲咩咧？其實佢唔係幫我哋去選擇我哋嘅道路，而係教我哋點樣黑暗之中前行嘅。因為佢原本就係黑暗嘅引路者，原本就係帶大家去喺黑暗之中行走嘅。佢亦都一直喺呢樣嘢做緊嘅，所以佢唔會去幫我哋揀定條道路，但係佢會俾指引我哋，等我哋去探索出自己喺黑暗之中揾到屬於自己嘅道路。黑卡替從來就唔係黑暗本身啊，而佢係黑暗之中咧願意替迷路嘅人舉起火炬嘅人。咁我哋今條片講到呢度先啦。願月光指引你嘅道路。咁我係星月巫師。咁我哋下個十字路口再見。咁都係啦。咁有興趣去同我哋聯絡咧，咁可以去追蹤我哋黑卡替魔法店啦。咁我哋嘅 IG 啦，亦都包括可以 WhatsApp 我哋啦，加入我哋嘅頻道。咁我哋會有即係定期嘅塔羅分享啦，或者唔同嘅一啲分享啦。咁同埋有啲咩嘅疑問咧，都可以 WhatsApp 直接諮詢我哋嘅。